圖就係今日做認識行程圖嘅各類題目嘅。好啦，右邊呢係爸爸今日嘅行程圖。嗱，呢一度呢有爸爸嘅行程圖啦。咁就由10點朝頭早去到1點嘅，呢一度係晏晝。咁呢第一個嘅問題，佢就問爸爸離開醫院嘅時間係幾多點？呢一度爸爸離開醫院嘅時間幾多點？嗱，呢一個圖呢係講緊佢由醫院去機場嘅。呢一度係由醫院去機場，由10點去到11點、12點、1點，咁就係去醫院去機場。咁到底佢離開醫院係幾多點？嗱，呢一度離開醫院係喺10點鐘朝頭早，10點鐘 AM。到第二條，爸爸到達機場嘅時間，佢到機場嘅時間呢？呢一度機場就係喺呢一個時間，呢一個時間係12點同埋1點嘅中間，亦都即係12點半 PM。到第三條，爸爸係10點至11點半嘅速率。嗱，10點至11點半嘅速率呢度，咁即係幾多呢？嗱，我哋計速率呢，就要用距離除時間，距離就呢一度，佢行咗15公里，時間就係個半鐘，咁所以15 km 除個半鐘係10 km 每小時。到第四條，爸爸於11點半至12點半嘅速率，11點半至12點半嘅速率，嗱，呢度即係行呢一個距離嘅，由15公里行到45公里呢，亦都即係30公里。11點半至12點半就1個鐘，咁所以除返佢就係30公里每小時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！